大家好，我係違規課程嘅 Cyrus 老師。究竟違規課程係講咩嘅呢？不如聽下我嘅學生點樣講啊！冇錯，係違規，遺產個遺，規劃個規。唔單止講點樣可以富過三代，同埋更高層次嘅幸福三代。我唔係教你相信託，只會教你為客戶配置人生最大嘅保單。點解你唔可以錯過違規課程呢？有12分 CPD， 完成課程會有2個專業資格，係英國資歷架構認證課程，包頭1年個案諮詢，可以參加定期客戶講座同招募講座，仲可以陪我研究個案同埋見客。違規其實係一個隱性嘅需要，但係呢個嘅市場又大到不得了，絕對值得你重新學過呢一套違規嘅銷售循環。課程會聚焦軟性嘅銷售技巧，同埋利用法律工具去開單。重點唔係教你點樣去寫遺囑或者做信託，而係教你點樣靠違規做單。絕對係令年長一族同埋中小企業主對你產生興趣嘅重要原因。當然最緊要就係可以幫你打開呢一個藍海嘅市場，做一個有溫度嘅認可遺產規劃師，為客戶傳承幸福。快啲掃下呢個 QR code，下載課程資料睇下啦！